我哋定期咧做一啲咧全港性嘅評估，去量度香港嘅家庭幸福。其實定期嘅量度咧就好似一個探熱針咁，我哋希望咧定期知道話香港嘅家庭究竟幸福嘅水平係點，以至到咧我哋可以分析唔同嘅數據啦。如果有良好嘅家庭聯繫咧，唔單止可以有效減低嗰個孤獨風險，亦都能夠提升家庭幸福。咁我哋希望咧推動一啲家庭健康，從而咧可以提升到屋企整體嘅凝聚力，亦都可以強化到屋企同外部社會之間嘅聯繫。咁我哋咧好想繼續提倡咧健康係一家人嘅事呢一個訊息嘅。聯繫正正咧就係對抗孤獨最緊要嘅良方。和諧嘅家庭咧，需要我哋真係每一個家庭成員咧去用心咁經營。夫妻關係其實係一個基礎，情侶之間點樣喺個錯位度揾到共鳴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訊息。調頻咧係有秘訣嘅，當所有元素集齊，原本遲疑嘅雜訊就會變成動人嘅共鳴聲啦。我哋點樣從孤獨去到心靈綠洲呢？